访父王请求出家。初七的夜晚，菩萨感觉到，如果自己不告知净饭王就擅自出家的话，那将会是对父母恩情的一种背弃和报答不足。于是在那个晚上，当众人都入睡以后，菩萨就离开了自己的宫殿，来到了父王的宫中。他一到达父王的宫殿，整个宫殿里面就亮起了光明。虽然国王本来是在承担着守卫的重任，但这时他正在睡觉休息。国王因为这道光明而从睡眠中醒来以后，就问身边的侍臣说：“这是什么啊？难道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吗？”侍臣就向国王禀报说：“尊敬的国王，现在连半夜都还没有到呢。”国王听了以后，就生气地看了一下四周，然后就看到了菩萨。他想从床上站起来走向菩萨，但是他的身体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2. 请求解脱生老病死。这时候，菩萨就跪拜在父王的面前，非常恭敬地说道：“尊敬的父王，我出家的时辰已经到了，请国王不要生气，也不要来劝阻我。”国王听了以后，眼睛里就充满了泪水。国王劝王子说：“王子啊，您应该要治理国家，为我们去谋取利益。您需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您满足啊。”菩萨又说道：“父王啊，那么您就满足我一个要求吧，请让我能够解脱生老病死这样的苦难。”国王就回答说：“这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啊。”菩萨听了以后，就非常坚定地说道：“如果这4个要求都不能够满足的话，那就让我在此永久地消失掉吧，让我永远也不要回来了。”3. 国王无奈应允。国王听到菩萨说出了这样的话以后，就只好应允道：“那么但愿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吧，我赞成你的这种想法，我赞美你的志向。”随后菩萨就无声无息地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宫殿，坐在了床上。4. 只剩最后一夜。第二天天才刚刚亮起，释迦摩诃那摩就向净饭王禀报说：“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个晚上了。”随后净饭王就召集起所有的释迦族长老们，向他们宣告了昨天夜里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问众人说：“如果王子今晚还要出家，那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呢？”众人就回答说：“尊敬的国王，我们要严加看守啊。释迦人数量众多，而王子他却是孤身一人，人数少，没有能力去突围出家。5. 最后一夜严密守卫。”就这样，国王和众释迦长老们就命令每500位释迦人率领着1000万众兵马去严守每一座城门。释迦族的长老们也分别守在城中的各个路口。净饭王就亲自率领着500位释迦部众去巡视四面八方。摩诃婆舍波提夫人就对众嫔妃和宫女们吩咐说：“你们要点亮灯火，把所有的宝物都悬挂在宝幢上，把珍珠项链高高的举起来，让王宫里面充满光明。要不停地唱歌跳舞，把所有大大小小的门窗都关闭起来。今晚一定要严加看护，不能有一丝松懈。”就这样，守卫菩萨的卫队的数量就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倍。6. 初8夜耶输陀罗梦见不祥。初8的夜晚，王妃耶输陀罗就和菩萨同床而睡。他做了8个不同的梦，在这些梦里，他看到了王宫殿堂的横梁都折断了，他自己的牙齿都脱落了，他的头发也掉散了。太阳才刚从东方升起来，立刻就又落到了西方，等等这样一些景象。7. 菩萨梦见得无上智慧。而菩萨呢，也做了10个梦。在这些梦里，他看到了大地变成了床，须弥山变成了枕头，他的腹脐中长出了坚硬的草，直直地插向天空。四肢身体是白色，头部是黑色的鸟直冲而下，降落到他的膝盖的位置。四面八方飞来了各种各样的鸟禽，当它们飞到菩萨面前的时候，就全部变成了同一种颜色。菩萨生出了光芒，这光芒照亮了黑暗，整个大地都升起了太阳。一艘船只救起了众多的动物。菩萨从睡眠中醒来以后，感觉到这些都是自己将要得到无上智慧的前兆，因此菩萨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欣喜和欢乐。8. 安慰耶输陀罗。耶输陀罗从梦中惊醒以后，就向菩萨禀报了他所做的梦和看到的那些景象。而菩萨为了让他安下心来，就告诉他说，这些梦里的景象应该要从反面来理解，不应该要从表面的意思来理解。耶输陀罗听了以后就放下了心。
这时候，菩萨就把自己想要离开出家的想法暗示给了王妃。耶输陀罗听到了菩萨所暗示的意思以后，就祈求他说：尊敬的王子，您要去哪里，就请把我也带到那里吧，我要跟随您。菩萨为了让他最终能够得到解脱，就允诺了他的这个要求。9. 最后一次与耶输陀罗合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菩萨心里就想着，我出家以后就不会有后代子嗣了，因此人们就会说，因为我抛弃了耶输陀罗等众多的妃子而出家，所以才断了香火，才没有了后代。那么我就和耶输陀罗合欢一次吧。想到这里以后，菩萨就决定为了实现黑仙曾经对自己所做过的祈祷，现在就显现出和耶输陀罗王妃同欢的样子。由于这样的缘故，黑仙就在一刹那间从天界中幻化而出，投胎到了王妃的怀中。耶输陀罗感觉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就想着等到天亮以后要把这件事禀报给王子。但是王子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就对耶输陀罗说，我和女生合欢，这是最后一次了，从今往后我就再也不会和女生同住了。菩萨这样做是为了要发起其他人的善根而享受欢乐，这实际上是菩提心的化身。10. 诸神商议助菩萨出家。正当菩萨在感念昔日诸佛曾经做过的功业，回想自己曾经做过的祈祷的时候，他就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这时候，药叉、四大天王、梵天、帝释天、天子忌讳以及众多龙王等等这些天神都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应该怎样帮助菩萨出家这样一件事。11. 天神施法，众人入睡。商定计划以后，首先由天子忌讳施展神法，让城中的所有卫兵和众嫔妃、宫女们都入睡。只见众嫔妃就好像是被歌舞折腾得很困乏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12. 嫔妃变成丑陋形象。随后天子真催就叫唤菩萨起床，天子法行和净居天的诸神就把众嫔妃全部变成了非常丑陋的形象，并且催唤着说，菩萨啊，你怎么还能留在这个尸体遍地的地方呢？只见众嫔妃的衣衫都变得破烂不堪，披散着头发，所有的事物都掉落了下来，她们龇牙咧嘴地张着嘴巴，乳房都下垂了，下身都贴在尘土和石头上面，她们的样子变得丑恶无比。菩萨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以后，就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和厌恶。13. 帝释梵天规劝出家。这时候，帝释天和梵天都知道了菩萨内心的想法，于是他们就规劝菩萨赶紧出家。菩萨听了以后就问道，我被这么多人这样严密地守卫着，我怎样才能够脱身呢？帝释天就回答说，众神都会帮助您脱身的，您不用担心。菩萨听了以后就变得非常高兴，他只感到浑身上下都充满着出家的念头和想法。14. 金刚持菩萨显现空中。正当众天子都翘着首领在期待着什么的时候，菩萨就从坐禅的坐姿中站起身来。他在歌声法善宫的床上面朝着东方站了一会，随即他用右手放下了宝座头饰，来到了宫顶。只见金刚持菩萨显现在了空中，在他的周围聚集着帝释天、四大天王和药叉、罗刹、乾闼婆、众多龙王等等这些天神，他们都在向他膜拜和顶礼。天子日和月二尊就侍立在他的两旁，鬼宿星也升起在了天空中。15. 唤醒产那陀牵马。菩萨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以后，就准备要启程出发。这时候帝释天就命令天子五鱼说，亲爱的朋友，菩萨要出宫了，赶快给他架起梯子吧。于是菩萨就从云梯上下来了，走向了产那陀的住处。他看到产那陀还在睡梦之中，菩萨就唤醒他说，这是我吉祥如意的时刻啊，今晚我的愿望一定会成功。产那陀啊，请你不要耽误时间，赶快把饰有珍宝的监制马给我牵来吧。产那陀从睡梦中醒来以后，就不高兴地问道，王子啊，你要去哪里？菩萨就用寄语来告诉他，他要去解救众生。产那陀听了以后，就拒绝在这么黑暗恐怖的深夜里给王子牵出坐骑。16. 天神施法，动物寂静。这时候天神系庄严就施展神法，让所有的动物都寂静无声，让众人都不吵不闹。菩萨想到了，
如果再这样争执下去的话，就会把众人都吵醒，这样就不好了。于是菩萨就决定自己亲自去组装和配备监制马。17. 抚慰监制最后一次驮载。当菩萨打开马厩的门，准备要抓住监制的时候，这匹马感觉到了菩萨是突然不期而至的来到了，所以他就踢着蹄子，摇着头，乱蹦乱跳的，根本不愿意驯顺。菩萨就用他吉祥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马的头部，对他说：监制啊，这是你最后一次驮着我了，请你赶快将我驮到苦行林中去吧。当我将来得到了菩提之果的时候，我将要给众生降下甘露般的雨水。监制听了菩萨说的这番话以后，就变得温顺起来，乖乖地等待着主人。菩萨又对产那陀说：给监制配上吉祥的鞍子吧。18. 产那陀欲报信未果。产那陀听了菩萨的话以后，就着急得不知所措，他赶紧跑去向耶输陀罗王妃和众人报告信息，但是他们全部都没有听到他的呼喊声。产那陀四处张望着的时候，就看到了帝释天和众多的神。众神对产那陀说：赶快把监制给菩萨准备好吧。你看看啊，为了要尊敬菩萨，众神都来到了迦毗罗卫城。众神奏出的天乐的声音都莫能把迦毗罗卫城叫醒啊，所以你不要为了要给菩萨牵坐骑而感到悲痛啊。19. 监制发出传遍远方的马鸣。产那陀听了众神的这番话以后，就对监制说：众人之王要出家了，你发出鸣声吧，你要大声鸣叫啊。监制也感觉到了菩萨要出家这样的一件大事，于是他就发出了传到一具卢舍这么远的阵阵马鸣声。监制还用自己4条嵌饰着金银珠宝的蹄子猛力地磕着地面。20. 为监制配上珍宝鞍具。随后产那陀就给监制戴上了精致的头饰和精致的马配，给他配上了是有珍宝绳束的鞍子，然后又给监制的4蹄都戴上了金饰，最后把他献给了菩萨。诸神看到了这一切以后，就对监制说：请你不要为了驮着菩萨而感到悲哀啊，以后你就不会再转生到恶趣里面去了。21. 四神欲举马足未能动。这时候能够分别举起所有土地、水、山、树木等等这些东西的大力天神、边缘、近边缘、树叶、着树叶等4位天神，他们就想要提举起坐骑的4条腿。当他们正想去动监制的4足的时候，菩萨为了要打消他们心中的骄慢之心，就用自己的脚轻轻地使了一点力气，结果这4位天神就一动都莫能动得了一下。之后菩萨就骑上了监制的身上，产那陀就骑到菩萨的身后，众神就施展出法力，让这匹宝马腾空飞起，飞了起来。22. 宫中诸神泪如雨下。由于要和菩萨分离，那些常年住在王宫里面的诸神就不由得流出了眼泪，那些泪珠从空中一直降落下来。产那陀发觉到了有雨水下落，他就问菩萨说：王子啊，天上下了小雨啊，是不是神降下了雨呢？菩萨就回答说：这不是神降下的雨水啊，而是那些居住在王宫中的诸神，因为要和我离别分离，所以他们就哭出了眼泪，这些泪水就从空中降落下来了。产那陀听了菩萨的解释以后，眼里就含上了热泪，他唉声叹气的，什么都说不出话来了。23. 俯视善法宫最后与女身同在。随后菩萨就升空飞到了众嫔妃们所住的善法宫的上面，菩萨就用大象般的姿态朝着右边的下方俯视了一下，他心里想着，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女身在一起。24. 东门探望父王。菩萨又想着，如果我就这样避开东门离去了，父王因为王子到了最后都没有去看望一下他这位老人家而心生不快，那我就去看望一下他吧。想到这里，菩萨就来到了东门。他看到父王睡得非常熟沉，菩萨就在他面前向他顶礼，然后绕着他转了一圈。菩萨说道：我也是非常热爱我自己的亲朋好友的，但是尘世间充满着苦难啊，正因为这样，这才是我出家的原因啊。如果没有衰老、疾病、死亡这样的痛苦，如果没有离别所爱所亲的人而生出的苦难，那我为什么还要抛下这位敬爱的父王您呢？我何必要这样做呢？说完这番话以后，菩萨就离开了。25. 摩诃那摩欲唤醒众人未果。
这时候，正在巡视的释迦摩诃那摩就来到了这里。他看到菩萨离去了，不禁眼里含上了热泪，声音变得嘶哑了。他问着菩萨说：“王子啊，您这是在干什么呢？”菩萨就回答说：“摩诃那摩啊，我要出走了。”摩诃那摩就哀求道：“王子啊，这样做是不合适啊。”菩萨就用严厉的语气训诫他说：“我曾经在生生世世中苦心修炼啊，如今我就是为了要证得菩提的果位而前去修行啊，您怎么能认为是不合适的呢？”摩诃那摩听了菩萨的话以后，就泪流满面，呜咽不止，发出哀嚎之声说：“呜呼啊！国王和臣民们的希望都白费了啊！国王将要备受失去儿子的离子之苦啊！众位王妃也将因此而感到极度的悲痛啊！”说完这些话，摩诃那摩就高声呼叫起来。他想要唤醒耶输陀罗王妃，但是任他怎么样的叫喊，声音就像是在空庙里叫喊一样，没有人应答。随后，摩诃那摩又高声的叫喊净饭王，告诉他说王子已经走了，但是国王也根本没有被唤醒。就这样，摩诃那摩因为失去了兄弟而感到痛苦不堪啊，但是他自己又根本没有办法去劝留住菩萨啊，众人又叫不醒啊，他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留在了原地。26，众神护送来到吉祥门。就这样啊，菩萨趁着诸神为了让众人不会痛恨菩萨而施法让他们睡去的这个时机，菩萨为了要去求所善道，就舍弃了所有的荣华富贵。菩萨在半夜里就显示出了离俗出家的这样一种伟大功业，来到了吉祥门。围绕着菩萨而行的，右边有色界的诸神，左边有欲界的诸神，前面有帝释天和梵天。此外，还有千百位天子和众多的药叉为菩萨降下了花雨，他们飘舞着衣袖，高声唱着赞歌。龙王之子护帝就在自己的鼻子上幻化出了楼阁来献供。龙王无热等龙王幻化出了旃檀木的云彩，降下了蛇心旃檀木的雨水。天子庄严会就在菩萨的路上摆设了7辆宝车，三天王和4位天子提举着坚质的4条腿而行走，天王多闻子就在前面开路。这时候，帝释天就打开了城门。27，展示出家10夜，舍家而去。就这样啊，菩萨在鬼宿星升空的同时，为了要揭示尘世里面的罪孽和痛苦，也为了要使那些乐于沉溺于尘世之中的众生能够上进和改变，于是菩萨就显示了出家的善意。菩萨凡事都依靠着自己，使那些沉溺于尘世享乐之中的人生起了厌恶和厌离之心。菩萨就这样展示了出家的10众业行，然后就离开了家。28，立誓不得圣道不返程。又为了要断除诸神心中的疑惑，菩萨就面朝着右边的下方，用大象般的姿态俯视着迦毗罗卫城说道：“在我还没有得到诸佛所示的圣道之前，我将不会重新返回迦毗罗卫城。”就在菩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地就震动了起来，菩萨身上就发出了光芒，这光芒使得恶趣中的痛苦都得以解除了，这光芒也使得众生的烦恼都得以平息和消灭了。帝释天和梵天等神就对菩萨说：“现在已经脱离了一切的阻碍，到您最终成佛的时候，请多加关照我们啊！”菩萨就给予了允诺。29，行至12由旬，抵达弥人河畔。随后，菩萨就越过了释迦国、哥乌达国和摩罗国，菩萨又经过了美尼亚国的阿努摩那城，由此往前行走到了6由旬的距离，就抵达了舍弃国优频陀罗城附近的弥人河畔。这时候天才刚刚亮起，从释迦国到美尼亚国之间有6由旬的距离，合起来一共走了12由旬那么远的路程。